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五就是5日节，有人讲是肉粽节、5月节。古早字典冒写端午节，照过去传统的风俗，都爱食肉粽、白龙船、徛卵，还佫有啉五溪水。古早嘛会啉即个雄黄酒，落尾医学证明讲雄黄是有毒的，建议唔通啉。另外，佫有一句话讲：插羊较勇良，插兄较勇行。门骹口就会插兄草，或者是青仔鸡。5日节还佫有啥物款的风俗？讲新闻闹台语，时间交互李彩珊。欢迎收看今日闹台语讲新闻，我是李彩珊。今日的主题是要讲啥物呢？要讲的就是咱的这个端午节、五一节。所落来要来透过3张图来甲大家介绍一下这风俗还有典故哦。好，咱来看到第一张图。端午节、五一节又搁叫做是5月节，还佫有肉粽节。伊的时间呢是伫咧旧历的5月初5，加即个春节啊，还佫有中秋，拢是咱台湾3大即个传统的节日。伊佫有一个典故哦，来甲大家讲哦，就是伫咧战国时期，有一个国家叫做是楚国，内底有一个大臣叫做是屈原，伊忠心爱国，就惊讲哦，伊的国家会去互别个国家来占去，所以定定拢会提出即个新的制度。希望讲会当来改变伊个国家哦，毋过这个制度拢去互这个贵族来反对，上尾伊嘛去互这个楚王来流放，这个伊个国家楚国上尾嘛去互另外一个国家秦国来占去，伊就知影这个消息了，实在是真艰苦，就带着这个怨恨投落去宫内底啊吼，民众知影这件代志了，实在足毋甘屈原呢，感觉讲哦，伊为着这个国家来牺牲啊，所以咧，民众就用这个叶苞米。包做一伙，亲像是即个肉粽的形，等落去河内底要来饲鱼啊、虾啊，希望讲哦，这鱼啊、虾啊来食肉粽啦，莫来食咱屈原的身体啦吼。第二组要来甲大家讲的就是风俗。讲到即个端午节咯，大家一定拢会想到要来食肉粽啦。毋过即个肉粽哦，其实有分即个北部粽，还佫有南部粽哦。伊的差别就是哦，即个北部粽哦是用炒的，南部粽是用煮的。因的配料无共款，所以食起来口感甲口味拢无共款啦。第二就是咧，即个徛鸡卵哦。传说讲哦，伫咧端午节正中昼的时阵，你着摕一粒鸡卵试看卖，放伫咧涂骹或者是桌顶来试看卖，讲哦，伊敢会徛起来。若是袂倒哦，传说讲哦，成功的人就会好运规年哦。第三个要来甲大家讲的就是啉即个雄黄，即个雄黄哦，其实是一种矿石，较早的人啊，拢会甲伊磨做粉，掺落去酒内底，做成即个雄黄酒。功能的是讲哦，会当来辟邪啦。毋过即摆卫生发现讲哦，即个雄黄其实是有毒的，所以无建议民众来啉来食啦吼。咱来看到第三张图，第三张图共款是要来讲咱的即个风俗。除了这个雄黄酒，也有五溪水。传说讲哦，这个郑成功来台湾的时阵，端午节来到咱这个台中的大甲铁尖山，伊又搁忝又搁喙焦，毋过拢找无水来啉呢。伊就伫咧正中昼的时阵，祈求上天，互伊找着水来啉。伊就甲伊的这个宝剑插伫咧涂骹，想要到这个涂骹竟然出现着这个枪蛇啦，这个枪蛇又搁叫做是这个剑剪。接下来要来讲的就是这个地香袋啊吼。这个传统的香袋啊，是用这个5种无共款色水的这个花布天制成的，内底的物件有薄荷、石菖蒲，有丁香，功能的是用来这个辟邪啦，有上尾一个就是挂这个夏草啦，你会当放伫咧你的门口的两边，或者是窗仔门，功能甲这个地香袋共款，嘛是来即个辟邪的啦吼。即个夏草的其实有一种味，所以遮个蠓仔是虫仔，若是鼻跳，就会惊，就袂出现伫恁兜的门骹口啦吼。以上就是咱今日的讲新闻，希望大家听了欢喜，听了有介意，咱先甲即个镜头下好，要来主播。